监察院日前通过调查报告指出，台南市为2020年到2022年连续3冬向中央申请19件雨水下水道新屋补助，总共核定8780万5千块，但市府却将补助款用伫咧102件工程，有违规定，被质疑有8成补助款无专款专用。对此，水利局长邱宗川表示，台南市实际清污费用大过中央补助金额，无可能去挪用。有些误解，那我们特地来说明，为什么说有一些误解呢？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的清淤费用，实际的清淤费用是大于中央给我们的清淤费用，这个是最重要。也就是说，不可能挪用了，因为我们支出的费用已经大于中央给我们的费用，所以这个绝对是不可能挪用。第二个，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误解？跟大家说明了哈。最主要是说，我们在呈报中央国土署，以前叫营建署啊，呈报营建署来争取经费的时候，因为我们台南市是一个辖区很辽阔，总共有37个区公所，如果要等每一个区公所的一起来的时候，再来呈报的时候，是有困难的，因为清淤是重时效。什么叫重时效？就是说在洪水还没来临之前，就是灰汛期，就1月到4月底这一段期间，是我们清淤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时间，赶快来清淤。如果我们1月份报上去，如果不把握这个时间赶快报上去，等到它合下来的时候，说不定可能已经到年中，那时候已经洪水都到了，像今年6、7月就开始有洪水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简化这个流程，我们就是赶快在这个要呈报这个中央的时候，我们就是以比如说我们市区里面这个比较近的这几个区公所来代表，但是这个是有依据就是说依据国土署颁的要点里面依据营建署颁的这个补助的清淤要点里面第24点嘛，应该是24点，14点第14点有写，就是说你这个中央的经费下来的时候你是可以来互相移用的，就是说这个经费你只要专款专用，不要用到别的项目去，那你是可以移用的。市府表示，台南市幅员广大，全市33个区公所甲水利局每年办理超过100件排水清污工程，部分工程因为发包时程、客户文件完成时间无同款，造成原提报核定工程，甲最后执行案件伫编号甲名称上出现差异。但实际执行内容拢是核定清污甲维护工程，绝对无挪为他用的情绪。水利局也依据中央主管机关指导修正，后续将落实资料一致性、数据汇报，确保制度甲事务接轨，行政效能再提升。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